接下来是我们要第7个唱歌，是慈母心，是由我们长辈会吴建明先生来唱。我说了，这个是唱歌由吴建明先生要来给咱唱一个慈母心。吴先生，请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能够跟大家见面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伟大的节日母亲节。我在这边祝福在场的母亲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那么我现在要准备唱母亲，在座的男士们也跟着我一起唱唱好不好？假如会唱的话，好，开始。
吴建明先生甲咱唱这个遮好听，尤其在咱中北会的母亲节，伊唱这个慈母心，谢谢你，非常的好听，多谢。